早兩日，我行下街啦，突然間發現我唔認得啲路，我就諗起一首歌啦。幾經改變又改變，在那一生其特性，球場現在是7、8個家庭同住的新村，星拆咗已被裝扮，在老張清拆自私，伯樂們留低只得有入場券。收地發展啲嘢咧，我同你講，其實咧就好平常嘅啫，周不時都會有嘅。反而咧呢一首歌，我就覺得更加要長。呢啲話題貼爆啦，係嘛？呢啲咁 update 嘅話題咧，唱歌咪唱呢啲啦。話題就 update 啦。咁啊，頭先嗰兩首歌咧，就係阿 Lam 嘅《昨日街頭》同埋夏韶聲嘅《珍惜這地球》。我諗大家唔知啊，呢兩首歌都係1988年嘅作品，真係好高境界嘅作品。係啦，咁高境界可以寫到今時今日咁，你話官上其實係咪啲預知能力嘅咧？會話啲高人咧，通常都會夜觀天象，預測未來，可能佢都會喎。阿潘 Sir 咧，佢就同我講話，佢好中意睇月亮嘅。咁唔知1995年呢個作品咧，有啲咩啟示咧？為解